度有火，同埋向邊度跑。冇錯，所以我哋研發咗呢套結合感知、預警同埋指引嘅智慧系統。我哋嘅核心係一個全方位遙型監控雷達，可以即時接收到分佈喺山徑嘅各個監測站嘅數據。依家我哋進行第一個實驗，秒級響應測試。請獅橋模擬1號站發生火災。照住佢。大家睇下，1號站即刻從綠色轉做紅色，閃下閃下。偵測時間淨係需要幾秒，數據面板已經同步顯示咗煙霧濃度同埋溫度上升嘅變化。實驗證明我哋嘅系統能實現即時偵測、秒級響應，為救護爭取黃金時間。但知道火災喺邊度仲係唔夠，火會隨風蔓延。接下嚟演示我哋嘅創新亮點 DIY 磁感應風行儀。我哋利用控乾原理同埋磁力針，令風吹動磁鐵旋轉 ，microbit 就可以讀取磁場嘅角度，呢個比市售嘅儀器更加平同埋慳電。而家正吹緊北風。重點嚟咗，如果1號機站喺北邊起火，且現在吹北風，火會向南蔓延。只怕你嘅守護章寫住啲咩啊？我嘅守護章接收到廣告，顯示 One Fire Go North， 並出現一個箭頭。呢個係我哋嘅動態導航算法，佢會根據火源位置同埋風向，自動規劃最安全嘅逃生路線。喺研發過程中，我哋遇到咗感應器靈敏度同埋溫度誤差嘅困難。我哋透過不斷調整接法，並喺編程中加入咗溫度補償演算，成功克服咗問題。未來我哋希望升級 GORA 技術，將通訊距離升級到公里級，並加入太陽能供電。我哋希望我哋嘅發明可以守護每一位行山嘅人士，讓科技嘅力量守護我哋嘅森林，守護每一個生